嘅感受好好嘅，呢個係我哋中國傳統嘅一種水墨，有少少油畫咧，中意影相啦。咁所以睇完呢個畫之後咧，更加俾我有多唔同嘅幻想了解。其實我細路仔真係中意畫畫，因為都做嘢啦，冇時間啦，甚至咧就用咗影相嘅方式去將一啲我自己想要求嘅影像咧影咗落先，或者係以後咧我就將嗰啲影像咧慢慢畫翻出嚟。咁呢個遲一步啦，都有計劃嘅，但係因為我冇做過一個正統嘅訓練，即係我唔識素描，都唔識一啲畫一啲嘢，但係我希望用我嘅拍戲嘅想像更加同我去好多唔同地方咧，係令我可以有另外一種嘅創作。尤其是而家 AI 咁用水墨，再加上啲 AI，我覺得係一種幾好嘅一種創作。我相信我哋創作啲嘢都幾好嘅，幾有生命。